减无大生一日参谋，减无大生一日参谋。那么事情。哇，听恁唱这水的诗歌，即马连看你嘛，拢这水这引导。各位兄弟平安。咱来亲近上帝的话，真正当心来祈祷。至诚的爸求你，清心教示，圣心甲阮伫地，帮助阮听会明白，嘛帮助阮将阮所明白、所了解、所认同，会当活出伫阮的生命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哇，今天那个今日迄圣歌队选的歌，甲我讲的拢有关系。哇，真正真好，这水的代志。咱今日经文到路加福音第14章，为25节开始，一开始就写着讲，侪人甲耶稣同行，耶稣从外头讲啥？这是我写的写法的。毋过圣经写啥？吼，若无听我安那赢过，咱好下本是安尼写啦。若无听我赢过父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以及家己的性命，就袂为做我的门徒、做学生吼。咱的台语是较原本的写法，咱台语是直接写啥个？若无怨恨你的父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甲家己的性命，就袂为做我的门徒。各位兄弟，这个耶稣是安怎？伊讲若无怨恨你的家己的性命，若无怨恨你的父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就袂当做伊的学生。这是咧讲啥？即款的福音，你要接受无？各位兄弟，咱毋是讲爱去传福音，你敢讲即款的福音无？伫路林港动落来，你互我5分钟好无？来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若无怨恨你的父母、母囝、兄弟姊妹，无怨恨你的性命吼，你就袂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你要安尼讲无？总有嘛是吼，所以我们都不敢传真的福音，对无？来看这个意思吼。最后所要讲的意思其实是啥话？你爱甲我排伫放伫对第一位啦，上头前吼。有一个神学家叫做田立克吼，伊是2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吼，入美国做美国人吼，德国裔的美国神学家。伊一本伊小小的薄的册叫做信仰的动力，以下一句话吼，伊介重要的一个定义。伊讲啥物叫做信用？信用就是你生命终极要安怎讲？终极怪怪吼，反正上大、上主要、上迄个头的关怀啦。啥物意思？就是讲你生命内面，你上重视啥物物件，还是啥物存在？迄个就是你的信用。就是讲。你的信用若是趁钱上重要，安尼你信啥？你信钱对无吼？你的信用若爱情上重要，你信啥？爱情吼。我即毋是咧讲对甲毋对的代志，我即嘛是咧甲你解说啥物叫做信用。所以你的信用内面，你的兄弟姊妹上重要，还是讲你的信用内面，你的事业上重要？安尼你信啥？事业。所以田立克这个定义介重要，伊毋是咧讲宗教信仰那尔。就算讲你是一个无神论，你有信用无？有无？你是一个无神论，你嘛有一个生命上重要的关怀，对无？所以不管你是不是相信有一个神的存在，你拢有你的信用。田立克的讲法就是，
完全呼应耶稣基督的讲法。耶稣讲：“你来搞我放伫安那第一位，这就是你生命的什么？终极关怀。安尼有牵扯这意思无？好，所以今日咱的生活伫唱啥个？恁唱这嘛？哇！我伫遐听咧，偌感动的吼！啊，佮唱得遐好听，毋知要安怎？毋是讲遮个物件无重要，各位兄弟，是当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上吊迄个位有徛在遮个物件，较有意义。吼，所以你的信用，若毋是甲上帝放伫第一位，咱来追求其他的，拢会诚做空。毋过，主上帝若是第一位徛在，其实遮个上帝是拢互咱的。吼，另外，这是第一件要进入今日的经文，第一个爱解说，第二个爱处理的，第二个要处理的是什么货？耶稣讲：若无配家己的十字架，跟对我袂当做我的学生。啊，耶稣这今日的经文，耶稣这重视做伊的学生。吼，跟对伊的人，无拄拄好是做伊的学生的人。吼，耶稣讲啊，这清楚。迄阵一开始经文讲的是做人啊呐，甲伊同行。啊，这个耶稣是再吐槽的吼，伊就活过来甲因讲这个话。就那亲像即摆个人教会有500个人咧做礼拜，啊，牧师徛起来讲来做礼拜，无拄拄好个呐，哈，会入上帝国，哇，讲了一半走了吼。这牧师毋敢讲，耶稣敢讲吼。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十字架什么意思？我进简讲过来概括啊，来复习一下。十字架什么意思？我无人要插我。你讲背你的十字架什么意思？啊？十字架是罪哦。还有没有别的看法？十字架什么意思？柯南。好，还有没有别的看法？十字架其实不是在讲罪，嘛不是在讲苦难，嘛不是在讲救赎，是在讲啥？死呀，在讲死啦。吼，十字架是什么货？伊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刑具，一个刑罚。这不是普通罪犯会当得到的惩罚哦。你是爱叛乱犯才会被判十字架哦。你是政治犯、叛乱犯，才会去互判十字架。十字架的方法就是，我若去互判钉十字架，我家己在安那，跟迄支茶去洗架啊。有记住耶稣是安尼无？啊，毋过伊无法度跟送甲光。吼，迄个士兵煞无叫一个叫做西门的甲光对无？吼，好。你该光家己的十字架，光了爱钉伫迄支茶底面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伫路上若看到有一个人在光伊的十字架，在光一个十字架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人啊，去互判死刑。所以耶稣讲：你若要做我学生，你爱光你的十字架，安尼什么意思？你爱安那？互判死刑。各位兄弟。你去路人讲，你给我5分钟，你要讲这无？你要讲这无啦？啊，讲了伊讲你啥？哦对，安尼知吼，这样知道我上礼拜讲到的内容了没有？传福音，唔是讲互非基督徒听这个意思，唔是，绝对唔是吼。咱即摆基督徒都搞错了吼，我们跑去路上跟非基督徒传福音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概念。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好，十字架意思就是死啦。主耶稣讲：你若无置自己于死地，你无法度做我的学生。哇！来，耶稣嘛知影，伊安尼讲法足困难，所以2个比喻：起楼甲啥物货？相拍，相抬。
所以，譬如讲，你若要起一个楼，敢毋免先坐落来算数，讲我有偌济钱，我有偌济土，我有偌济砖啊，我有偌济人通起，吼，你拢无算，你就直接起落，到尾啊，你一定安那起袂了，会风笑。啊，你若要烧台，你若要派兵出去甲人烧台，你敢毋免坐落来先参谋看觅啊，讲我有偌济兵啊，啊对方咧，我拍会赢拍袂赢，啊若拍袂赢，你就耶稣讲你最好赶快去干嘛？去求和，吼，免你去用拍输了，你就拢无啥物筹码通讲啊。耶稣咧讲啥？耶稣讲毋真简单的代志，就是做代志要有计划尔，是毋是？耶稣敢是咧讲这？啊，恁做代志要有计划啦。无，耶稣毋是咧讲遐尔简单的代志。耶稣咧讲啥？恁诚做犹太人是白白稳定，啊，毋过恁诚做犹太人，上帝会叫恁去做一寡代志。你爱算小算看觅啊！即款的道理，若放伫咱即个时代，就是讲，基督徒啊，你会当得救，是毋是白白稳定？是毋是？是啊。啊，毋过你若要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你爱安怎？爱付出代价啊！这个道理很多神学家都提出来吼。潘华华伊讲门徒的代价，就是咧讲这，吼，就是讲，你要做，你要诚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诚做一个得救的人，你是这个稳定，这个是白白稳定，毋是你做啥物不得了的代志，互你得到这个身份呢？啊，你有这个基督徒得救的身份是白白稳定，毋过你若真正要诚做达得到这个稳定的人之后，你要去做一些事情，你会付出代价。所以对这来看的时阵，咱要思考一个问题。咱常常基督教信仰，互人有一个印象，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啥物货？咱最注重啥物货？个人得救，是不是？灵魂得救，所以我们常常讲爱抢救灵魂，有没有？赶快去传福音，要抢救灵魂。啊，救了以后嘞，各位兄弟，抢救灵魂以后怎么样？啊，这欢喜嘛，哈利路亚！啊来嘞，啊来嘞啦，无啊，啊得救就好了，是不？来教会啊呐，唱歌、娱乐、听讲道，是不是啦？啊来咧，啊来个唱歌，个娱乐，个奉献，啊来咧，系啊！各位兄弟，咱好，咱这基督徒来传福音，互别人拢得救啊！啊得救了要创啥？我跟你说，弟兄姐妹，我观察到现在台湾的基督徒得救以后。就是自嗨啦，那就很嗨嘛，哇哈哈，嗨，很嗨，就是自嗨尔。去思考一个问题：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也是讲你的灵魂得救，其实你那亲像是旧约的什么人，你知无？想一下，你是一个基督徒。你的灵魂得救，那伫旧约的时代看起来，你是什么人？啊，犹太人呐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伫旧约时阵，上帝认为你是犹太人，安尼就好啊，对不？就拢结束啊，只要是犹太人就好。毋是呢，犹太人是安怎来的？是用生呢？你生出来是犹太人，跟基督徒有共款无？白白的恩典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赶快的代志，啊，毋过然后是犹太人就据点了，是不是？就好啊吗？
毋是啦，各位兄弟，是毋是犹太人毋是重点啦，重点是伫对。你挖出来有生犹太人无啦？是毋是？路德是毋是犹太人？伊是什么人？路德是什么人？你说马丁路德哦，德国人，不是那个路德啦，是迄个《路德记》迄个路德啦。伊什么人？伊摩押的女子呢？伊是毋是犹太人？伊毋是犹太人，伊毋是生出来的犹太人，啊，毋过伊挖出来是毋是犹太人？伊的名搁藏伫耶稣的族谱内面呢，是毋是？啊，这个什么人？我有写唔对去无？是这个号吗？吼，来去安怎念？拉合，合无？因为咱是讲六合嘛，六合，所以是拉合。我是说布袋戏的6合啦。列合是毋是犹太人？是吗？伊是倒一个城的人？什么城？伊是对的人，你毋知哦？亚利哥城的人算毋是？咱是咧讲含一个列合吗？伊嘛藏伫耶稣的族谱内面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伊挖出来是毋是犹太人？是呢。啊，这个你知无？啊，你毋是迄个年，无要紧啦。过年了，你知无？迄个彼得甲迄个跟迄个外邦人对无？啊，我就讲伊是外邦人啊。伊是毋是犹太人？毋是啊，伊是敬虔的人，伊是外邦人正做犹太教的人。这个人拢是挖出来是犹太人的人。所以各位兄弟，我要讲的意思是啥意思？咱基督教信仰的重点，毋是伫个人灵魂的得救的问题啊，重点是啥物货？上帝国的降临啊，什么意思？咱的下大王长老带咱做伙祈祷，主教士祈祷文开始安怎讲？啊？愿你的国临到，啊，下面迄句咧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念了，咱所有的基督徒拢坐落来看上帝的旨意伫正，对无？看上帝要安怎正伊的旨意，敢是安尼？咱基督徒祈祷了，上帝，你的旨意伫行，就爱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你要注意哦，毋通走前去哦。你要行好势哦，上帝，你的旨意就爱亲像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啊，即摆大家拢坐来看，看上帝的旨意是毋是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安尼对无？是不是啊？上帝的旨意若要行，上行啦。咱呢？袂歹，咱个知影是咱要行。意思是讲，咱所挖出来迄个上帝的旨意。就爱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这就是耶稣咧讲的啊。你要真做跟对我的人，会使啊。啊，毋过你若要真做我的学生，你爱付出代价。各位兄弟，咱来像耶稣所提醒的，咱有坐咧安那参谋一个，算小一个无？我这个单数号的性命。活到50-60岁就翘去啊！安尼我这个性命要来做耶稣的学生无？啊是其实我有其他的更较重要的代志要来做。咱有先甲算小，先做一个参谋，甲做一个安尼选择无？无论咱要行倒一条路，咱拢爱想清楚。咱一直咧讲灵魂得救，这是一个抽象的认知啦。试用即事，你有灵魂得救无？安怎看？要安怎看你的灵魂有得救无？各位兄弟，我要安怎看咱的灵魂有得救无？看会出来袂？灵魂有得救的面较光安尼，
暗时啊会发光，是无？哈，有说嘞无？是毋是？甲你讲，各位兄弟，灵魂得救是一个抽象的认知。啊，毋过你若是毋是活出上帝国的款式，是实际看会到的，是无？咱信仰的群体，基督徒的群体，是毋是活出迄个上帝国的迄个款式？是毋是看会到？当咱若安尼活的时阵，其实你拢毋免讲半句，耶稣听你去传福音，你四周的人就安那，就来就近你啊！这就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47节所讲的，上帝就甲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。这个是咱长老会绝对听有伫讲啥，因为咱长老会是上在意、上尊敬上帝的主权，知影人的得救绝对毋是人会当去做啥物代志，人的得救是啥物货？上帝的主权。基督徒的责任，敢若是去活出啥物货？上帝国的款式尔。边仔看到咱的人，是毋是会成做一个得救的人？这拢是上帝的主权。所以我咧想这个主题的时阵，到尾我咧想一个问题：其实你是毋是互叫做基督徒，变做毋是重点？其实你伫这个群体内面，是毋是要做伙活出迄个上帝国的款式？是毋是要参与伫迄个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的即款的生活的款式，才是真最重要的。你若甲你已经受洗啊，你称做基督徒，看甲遐重要，其实你嘛干那是具有啥物人？犹太人讲呐，哪样？是不是？犹太人到尾啊，伊的下场是什么？啊那灭国，然后怎么样？被掳呢？敢有因为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是12个支派的人，因就拢好好无代志，得到上帝欢喜？毋是，绝对毋是安尼。各位兄弟，佮问上尾，像是耶稣的门徒，一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所有来做礼拜的人吗？所有洗礼的人吗？所有有奉献的人吗？耶稣无得在意这。其实是另外一个经文讲得更加清楚。耶稣讲：恁若有彼此相疼，正人要对安尼安那，看出你是我的学生。其实耶稣上注重的，就是行为啊，而且毋是个人的行为，是啥物货？一个信用群体做伙的行为。所以古典教会各位兄弟，咱是毋是愿意要甲迄个上帝国的款式甲画出来？这会去决定咱是毋是基督徒。毋是因为迄个白白稳定，咱就坐伫遐无代志啊，咱拢得救啊。重点毋是得救，重点是遮个人是毋是要用迄个上帝国的款式来证明讲是得救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即成个呗，阮是满满领受你稳定的一群人，阮是称做你上帝国的百姓，阮是你的囝儿。这是确实，这是无妖异的代志。所以帮助阮，就将阮的性命就献出来，帮助阮，就陪阮家己的十字架，帮助阮，就真正做你的学生，帮助阮，就无看家己遐重要。因为阮的性命的存在，是要互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
亲像伫天里。当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